就是卢都母的意思。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三世界尊莲花面前面有这样写嘛，就是法本里面，然后我把它改成三界护主面指莲花，就是三界护主，就是三界护主就是三界轮回，三界轮回是在地上跟地下还有那个空中的这三个，就是相当就是地下的世界，就是相当地狱的那些世界然后就地上就是我们人类众生以及那个出生道的这些众生都是在地上的，空中的那些呢就是相当就是天阿修罗道的这些。那么这个三界色界对无色界这三个也是一样三界，但是这实际上就是六道，三界就是六道都一样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整个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能够可以度化，而度化一切众生的护主是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发了殊胜的愿，然后呢就是度化一切众生没有度化一切众生，他就是不要再成佛，就是一直就是发了最大的愿，所以就是他在菩萨的过程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呢就是成普观世音菩萨就三界护主，三界护主就是观音菩萨。那么三界护主的这里有一个面是莲，观音菩萨的莲，那么这脸上的莲的莲花也可以叫莲的莲花。为什么叫莲的莲花？观音菩萨的脸的上面就是有他的眼睛嘛，对不对？从眼睛里面呢流出来的眼泪，为了一切众生慈悲大悲心流出来了的眼泪，眼泪掉在地上，然后在这个眼泪里面然后就是开的莲花。那么这个莲花是就是我们就是在水里面的那种莲花，就是莲花嘛，对不对？但其他的很多的花都不叫莲花嘛，莲花是只是一种花才叫莲花嘛。那莲花是什么？那么佛菩萨都是好像就是在长在莲花上面的那种莲花，但是在卢都木的那个莲花呢，莲花大部分都是红色粉红色，对不对？那但是本尊卢都木的这个莲花是蓝色的，那个的莲花叫乌巴拉花，乌巴拉花的颜色就是蓝色的，对吧？浅蓝色的，不是粉红色的浅蓝色的乌巴拉花。那么乌巴拉花开的时候，就是莲花里面有一个花蕊嘛，对不对？那么观世音菩萨的脸上就是相当就是从他的眼泪里面掉出来的，所以这个课本那个仪轨里面讲的就是莲的莲花莲这莲花就是莲的莲花那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莲的莲花上面再流出来的眼泪，因为眼泪上那么就是幻化出莲花乌巴拉花，那么乌巴拉花的这个花蕊种，然后就出现了本尊卢都木。所以就是第四句话妙花就是一种变化嘛，对不对？非常神奇的一个变化，就叫妙花嘛，对不对？中显张眼，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要去理解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我就想能够可以更听得懂的情况下，盛开花蕊种妙显现，是非常奇妙的，能够在那个变化出来的，就像那个在这个莲花的花蕊然后就盛开花蕊中是从那个中间，那么就是显现出本尊卢都木。所以就是第四句呢，为什么要赞美什么呢？赞美他的缘由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缘由，他的这个大悲心跟他的智慧，然后他的这个缘由的这些殊胜，这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第一个10句话里面呢，就是今天赞美的方面是这样的。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赞美本尊卢都木的生育义事业功德的所有一切成就加持功德。我们就看生有生的什么，就是有功德，
欲有欲的功德，义有义的功德，那么事业的功德然后成就的功德等等，这些都是要赞美本尊如度母的一切功德。所以21度母的离赞文，21度母的离赞文后面还有他的这个修持如度母的这个仪轨的功德的解说嘛，对不对？然后后面我们就是念那个拉摩拉贵用到的嘛，就这样。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从前面念如度母的所以奥姆杰真嘛巴玛卓玛拉香扎罗香扎卓玛尼玛巴摩香扎卓玛尼玛巴摩现在给的漏洞扎嘛，就是这样念。母入三殿刹那朝暮，就这样念。心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尊的加持，见机解脱之修士，破除有情的物质，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解脱的众